哎，boss，咱们走吧，赶紧回去。阿培，想没想涨工资？咱都几个月没开工资了。自从开了这公司，我就没拿过工资。你是老板，你拿工资，你觉得你好意思吗？想不想发工资？想。哎，陪我。工资我不要了，给你，你陪我，行吗？我翅膀硬了是吧？你别跑。您喝茶，小心烫啊！爷爷，舒服不？爷爷，孙子努力了，但是这2天啊，咱们这客栈还是没有人入住。你看我这也实在没有办法了，我就把陈总给您请来了，就是收购咱们祖宅的那个。你看，人家大老远从澳门赶来了。魏老先生，你好。收购啊？对呀。我说过要卖房吗？不是爷爷，您不带这样开玩笑的吧？你前几天不是明明答应了，说再没有客人入住，咱就把这宅子给卖了吗？你这不能出尔反尔啊！哼，你就这么着急啊？不是爷爷，这不是我着急，你说这是多大的一个合同啊？而且人家出这价是最高的。你看爷，现在是这样的。您现在啊，需要做的就是在这个合同上签个字，人家陈总那过亿的资金就打到咱们账上了。爷爷，你签一个呗。就是给我100个亿，这房子也不卖。行，爷爷，您不卖啊？那个，我给您讲讲这个，您看看啊。咱们客栈这1年来，我不说我通过多大努力拉了多少客人，但是你看这些客人，不是被年久失修、楼梯给摔伤的，就是被鬼给吓着的。你看这清单，这一项赔偿就4万7千多，现在加起来不到1年，已经赔出大几十万了。你说这样，咱酒店不赔光了吗？哎呀，真是活见鬼了！我活了这么多年，我也没见着一个鬼。哎，你先去给我捉个鬼过来，让我开开眼。看看你爷，我要会捉，我不就去捉了吗？爷，前2天我不是找了一个开过天眼的风水大师看过吗？就说咱们够了。哎呀，只要我们饿不死，这房子就不能卖了啊！不是爷，你他说好的了，爷。过来，爷，我就知道您最疼我了。爷爷，你就签个字吧，以后好好孝敬您。你去跟你的客人说啊，让他回去。爷爷。楚总辛苦啦，多吃一点。来，谢谢。你们自己来。我看这个小魏老板肯定是在澳门输钱了，而且输了大钱，不然不会这么狗急跳墙啊。而且我今天去了3家卖猴的问了，他们都没有卖猴给小魏老板。看来这魏老先生还被蒙在鼓里呢。金小片干嘛呢？你怎么不吃啊？小天，别看了，赶紧吃饭吧。来，这个熟了。你们说饿死我了，应该找那卖猴的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那个叫自嗨锅，特别方便。哎，这个好啊，以后都不用去火锅店排队等位了哈。哎，
来吃，而且你看那蘑菇煮出来跟新鲜的是一样的。咱们车上多放几个。没问题，我绝对全都备好了，让你一路嗨。鸿飞啊，虽然你们2个人的画技啊都是我教的，但是呈现的效果啊却不相同，差别就在于气韵2字，琢磨琢磨。气韵不一样，为什么不一样啊？齐峰，你跟我说说，你到底比我好在哪儿？我们都是一个老师，你抢走了我的老师，你女儿现在又准备来抢我的儿子。你们俩是不是商量好的？从我手里骗走了那一幅真画，把我的儿子哄得5迷3道的，还诱拐他去了香格里拉。你们俩想干什么？想让我身败名裂，生不如死，把我这么多年所有努力的东西全给拿走。我知道你想干什么。休想！休想！我告诉你，李奇峰，你是不会得逞的，你们这一帮人都是不会得逞的！休想！休想！不能让他去香格里拉，不能让他知道现在所有的事情，不能，绝对不能。不是说房子不卖了吗？怎么又来了？爷爷，你看人当官了还不打送礼的呢，你这态度就不能友好点儿？咱们家不欢迎惦记着咱们祖宗遗产的客人。陈总他是我朋友，也是咱家贵客。老爷子，外边有人想见你啊。谁呀？说是咱们客栈的客人。不是说咱们没有客人吗？没有客人呢？怎么可能呢？你是不是听错了呀？我去看看。哎，拍什么呢你啊？再瞎拍，我手机给你砸了啊！我们不是来找你的，是找魏老先生。拜访魏老先生，魏老先生，你们是谁呀？赶紧走走走走！哎，你干嘛？胆儿肥了你啊？哎，你再碰我，别说我报警啊，告诉你们私闯民宅。你不用报警了，我们已经帮你找了警察。你看看。
算私闯民宅吗？请吧。哎呦，您说警察同志，我一个守法公民，怎么就你们就来了？进。金堂同志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们接到群众举报，嘉明客栈有人涉嫌敲诈勒索。谁敲诈勒索？这明明就是诬陷诽谤嘛！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啊？爷，我什么都没做。魏老您好，我是我们团队的负责人楚志汉。我们的团队前几天入住了你们的嘉明客栈，但是没想到入住之后发生了一些事情。我们今天来是想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你。什么东西？猴子！你们杀了我的猴，不能就这么走。关键我这个猴，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猴，它是我们古城镇山里的神猴，20万少1分都不行。20万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哪儿来的神猴啊？这么大的事情，我怎么不知道？爷爷，你身体不是不好吗？我怕您担心，没跟您说。这2年的时间，你看看你把这客栈和茶厂弄成这个样子，你是不是想把我活活气死啊？爷爷，我弄这些不是为了拯救家业吗？拯救家业？你是因为在澳门输了钱，才出此下策，买了一只猴子装神弄鬼。不是，警察同志，你听谁说的？你不要相信他们说的谣言啊！小李，来了。你好好看一看，是不是这个人在你那儿买的猴子？哎，就是他。当时花了多少钱？当时花了2000块钱，完了后儿又给我2000块钱的封口费。那这事儿我还没动呢，我1分钱没花啊！你看看。我告诉你啊，犯法的事儿我再也不干了。2000块钱你买只猴子，敲诈我们20万，你够狠啊你！什么敲诈呀？我那猴是经过训练的猴，它不就是神猴吗？20万是在我心目中的价位，是吗？小魏老板，您睁大眼睛，好好看看，是不是很面熟？来，再看看这张，还有这张。这个小魏老板在澳门赌博输了3000多万。3000万？你是怎么找的证据？我之前做导游的时候认识一个澳门小兄弟，他在赌场做荷官的，你可别小看他，那来往的人啊，打他眼前一过，他是一认一个准儿，而且能很快的摸清底牌。我就把照片发给他了，谁知道他一眼就认出来了，还帮我从之前的监控视频里截了图作为证据。哎，警察叔叔啊，魏老爷啊，事情真相是这样的啦。小魏到澳门去赌博，输了一点钱，我劝他不要赌啦。后来他不听，输了3000多万，他要我做担保，我说怎么办呢？他又没钱还。后来他主动跟我说要把祖宅给卖给我。我说我买祖宅有什么用呢？后来他带我到这里来，我一看，哎，这个祖宅是不错啊，无论从木雕还是石雕、花雕，都是不错的一个艺术品哦，也是一个很好的收藏品哦。所以我很同情他现在的苦恼啊。
我就帮助他决定买下这个老宅呀。陈老板呀，你讲的可真是绘声绘色，我差点都被你感动了。小魏老板，你们好好看一看这张照片。你猜真相是什么？你别卖关子呀！真相是那个澳门人找了行家出了千，这个小魏老板他才输惨了的。王八蛋，你害我！住手！你原本只是在澳门输了点钱，想把那张烟塔卖了应个急，可正巧的是，陈老板买下了它。后来他发现了你们祖宅的价值，为了想买到你家的房子，他开始引诱你在澳门赌钱，找人出千，让你输了很多的钱。最后，你不得不变卖家产，弥补这个功劳。这个不孝子，你是不是想活活把我给气死了？好了，现在人证物证俱全，你们三位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卖猴的还有你。哎，你等等，东西，什么东西？钥匙。赶快把钥匙还给人家。陈老板，还忙着呢。哎，天哥，你们回来了。哎，这次多谢你了。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们也不可能那么顺利啊！多谢。天哥，你答应我的事儿呢？就在这儿啊？在这儿。行吧，来吧。你试着啊。老板，说这哪一出啊？那卖猴的怎么来了？哎，咱们那天去他们家，他都没说实话啊。店小天啊，是看到了你在卖猴人家拍的照片，是从那张全家福上认出的那小伙子。哦，这小伙子就是卖猴那老头儿子啊。为了让他回去说服他爸，这不就用这小混混的功夫跟他交换，然后再对他爸进行一番法律普及，事儿就办成了。厉害了，我的天哥！哎，你说他怎么能从这照片上就看出这小男孩是这服务员呢？我们都没看出来。这俩人的脖子侧面都有一个胎记，你看看，是吧？哎，还真是哎。小天这眼睛够尖的，都赶上特工了。是啊，他有时候是很不一般。哎，啊，想不想跟他似的，跟我学两招？哎，学学啊！来呀，来！今天啊，我备薄酒一杯，欢迎你们大驾光临。你们的到来，让我这100年老宅蓬荜生辉。在此啊，我代表我们全家老少，向你们表示感谢。同时呢，我替我那个不孝的孙子请求你们宽恕，希望你们看在我这张老脸
魏老，您少喝点儿，注意身体。没有关系，我今天太高兴了。您要是喝醉了，我怎么跟您商量事情啊？还有事情？小姑娘，说吧。魏老，您看，我们这几天在您这客栈住下来，觉得您这大院真是不错，只是建议您能够把这大院再好好装修一下，打造出一个真正适合游客居住的精品客栈。您完全可以保留原先的这种建筑风格，只是需要再做一下内部装修就行了。哎，我也有同感，您这个装修啊，确实太陈旧了，而且色调相对啊比较阴暗。啊，对了，我觉得咱们这个客栈啊太潮湿了，您新装修的时候能不能做点防潮处理啊？我这2天住的关节都疼了。好啊，你们正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。我呀一直有此意，但是呢，就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。建议您可以先找一个专业的设计师，打造出一个古今结合的装修方案。不错。凯文，其实你可以跟魏老商量一下，看看是不是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为嘉明客栈做一些宣传，还有预定。比如说预订房间的客人都可以享受一些相应的优惠政策，在旅游旺季的时候，通过我们这个平台预订房间的客人都可以享受一些7折的优惠等等。具体的条款你可以跟魏老先生再协商沟通一下。太好了，哎，我在这儿啊，向你们保证，凡是你们介绍过来的客人，一律7折优惠。啊，魏老先生，有您这句话，今天晚上回去我就拟合同。我老头子一宿不睡啊，就等你们这个合同。你们不把它定出来交给我，我不放你们走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我突然有个想法，这个想法只有凯文能实现。帮我安排个人，我需要让一个人永远封口。
好啊，合作愉快。哎，爷爷，他魏老，是他们几个去派出所，撤销了对小魏的控告，保释出来了。真是谢谢。魏老先生，我们也是实事求是，毕竟小魏老板没有真的从我们身上骗到钱，我们只是做了个证，举手之劳。小魏老板，以后一定不要做违法犯罪的事情。如果你做了违法犯罪的事情，就要承担法律的责任。以后呀，千万不要和法律抗衡。知道。哎呀，我这万万没有想到，他是由你们几个娃娃给保释出来的。我老魏无以回报，在这儿向你们表示感谢。哎，楚总，后台数据怎么样？后台数据非常的棒，佳明客栈已经火爆了，房间都订到下个月底了。真没想到这个佳明客栈现在变成爆款了。这么厉害？哎，丽丽，你住的那个房间现在变成特价房了，好多人预定要指定住你那房间，说要考验男友力。这些网友也太会玩了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不知道啊，是不是轮胎问题？阿培，什么问题？不是轮胎的事儿啊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上车再打会儿试试啊。
还是打不着，奇了怪了。什么情况啊？是不是油管又出问题了？乌鸦嘴，你别总这样说。阿培，别着急，你再试试看。好心当成旅馆费，还是不行。哎，还是我来试试吧。boss， 时间有限，这样的话咱们赶不到下一个目的地了。咱们预定的酒店6点前必须办理入住，过时不退款啊。那赶紧修车吧。好。小天，怎么样？好像不是油管的问题啊。我来看看吧。哦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点火线圈脱落了。什么东西啊？怎么样，走不了了吗？应该是点火线圈出了问题，打不着火，这一时半会儿修不好。要么先联系一下附近的酒店吧，提前做个准备。好，这个任务交给你了。好。哎，阿贝，把那个扳子拿过来。好嘞。Hello， 宝宝们！哎呀，现在我们的车又坏了，看就停在这儿了。这次呢是一个叫点火线圈的东西出了问题，楚哥哥正在想办法。现在我们的位置在317省道附近，这里呢既没有人，也没有车经过，而且我听阿培哥说，我们的酒店6点之前要 check in， 不然的话也退不了钱。哎，这个怎么办呢？有没有宝宝可以给我想想办法呀？我看应该是点火线圈烧了。那怎么办？要不给修理厂打电话？前不上村了，后不着店儿，修理工过来也得很长时间。哎，丽丽，你那边怎么样？附近能住的酒店都在20公里以外了，但是他们可以派车来接咱们。20公里。哎，等，有网友回复我了，说前面几公里的地方有一个修车厂。咱这车都发动不了了，怎么过去呀？要不然我们试试先推车，实在不行的话再步行过去，找人过来拉。好啊，按照小天说的做。你俩上车，阿贝，你发动车。好，小天，我们推车。不用，我跟你们一块儿去。你一个女孩子帮什么忙？用得着你管吗？我也去。大家听我口号啊，一起推。宝宝们，我们要开始推车啦！来，1、2、3，推！耶！1、2、3，推！1、2、3，推！耶！使劲！好，动了！来，动了！阿飞，注意给油！给油！阿飞，加油！好了，着了！大家快上车啊！着了，来上车吧！哇，好开心，我们的车发动了！哎，夏夏，没事吧？盛夏，夏夏，没事吧？夏夏，快点，走，快，慢点，丽丽，你先上车。好，快，走，快点。来，上车，快！小天上车！哎，这什么情况啊？喂，金小天，快点！加油，金小天，加油！你有病吗？金小天，加油！神经病啊你！喂，慢点儿！不行，慢了要熄火的。慢点儿，喂，慢点儿！加油，慢点儿！加油，金小天！跑挺快呀，我还以为咱们要目的地见了呢。都齐了啊！
走了，咱们。哎呀，胜利就在眼前了！行了，你把住方向，别熄火了。哎，宝宝们，要感谢宝宝们的帮助。现在我们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快要到达汽修店了，就在前面。我怎么觉得困难才刚刚开始呢？你就不能盼点好的吗？行啊，我但愿明天一早你就能把钱给还上。那你还是做好最坏的打算吧。怎么了，师傅？之前油管坏了，现在这点火线圈也坏了，您看看能不能修啊？那你是换油管还是换点火线圈？点火线圈啊。点火线圈高压脱落，光修点火线圈不行，治标不治本。啊？那怎么办？油泵问题，得换零件。那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？修倒是花不了多长时间，关键问题是我们这没有这个现成的零件，我得给你去调，最早也得明天了。哎，师傅，这也太久了吧？能不能加急啊？或者换个差不多的，我们先用着。哎，你这可是进口车啊，我们这穷乡僻壤的哪有什么差不多的？本来想租这车便宜点，没想到更麻烦了。你车是租来的啊？那就不奇怪了。这个车子主要是司机的开车习惯不好，车子本身没有问题的。你看，我让你别租这车，便宜没好货，不知道吗？好货不便宜啊，还修吗？修。修啊，好。哎，那个，你们把那个车给推下去。师傅，修上了。好嘞，谢谢啊。修上了。那今天晚上咱们住哪儿啊？对啊，这天马上就黑了，咱们得想想别的办法呀。现在有2个选择，第一个选择就是到附近的镇上找住宿，但是得走4个小时的路。太远了吧？第二个选择呢？第2个选择就是在这家汽修厂的天台上安营扎寨，露营，搭帐篷睡觉。露营？哎，这个好，我同意。搭帐篷我最擅长了，是吧，丽丽姐？你不说话真没把你当哑巴。阿培，愣着干嘛？拿帐篷。好嘞。来了，就是这儿了。哎呀，来看看，我们就要在这里露营了。今天晚上的帐篷就搭在这儿，怎么样？因为只有2个帐篷，所以男女得分开住。哎，包子，咱晚上吃什么呀？这附近连个饭店和小卖部都没有。我刚才在 iPad 上查了一下，附近有个村子，咱们可以去那儿找一找。好啊，那走吧。吃饭。哎。